台湾影响能源研究基金会今公布民意调查，迄是气候变迁因应法通过了后，民众对减碳政策的支持率有变悬。不过，针对气候加能源的知识了解的人却是无够实成。气候变迁因应法三读通过，台湾正式走向碳排放全无的时代。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调查发现，支持节能减碳的人变多，民生部分，2021年有39.4%的人支持起水电费，2022年这个数字来到45.7%，增加6.3%。学者认为，社会共识提悬，会当开始有实际的做法。建立这个使用水电费的集聚，这个集聚落差，使用多少的人应该这个符合社会公平的精神，去不一样的水电费，碳税能够来做社会的补贴，社会的重分配，这个部分也是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件事情是需要受到社会支持。虽然台湾人知影爱减碳，不过专家烦恼，民众对气候甲能源的知识也是无够。根据民调结果，敢若5.5%的人知影台湾主要的发电方式是燃气，35.3%的人捌听过碳排全无、碳中和，7.9%知影2050年的目标是温度唔通增加超过1.5度。专家建议政府应该透过沟通，让气候知识在地化。所以公众沟通一方面是对于知识跟相关的能力上面的一个强化，让大家对于这个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，可让民众由下而上，能够让它在地化的气候行动可以真正被落实。所以它需要很大量的公众教育的资源的投入，以及长时间的持续努力。除了社会沟通，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嘛提醒中央甲地方各部门爱带头，让气候变迁加做重要的公民议题。记者麦尚英、曾正佑台北报道。